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4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关心今仔早起4点外，国道1号上北方向往迪拜路段有一架连接车并车，因为规台车拢是放家己油菜内底咧使用的金蕉油，嘛引起火烧车，是烧甲真厉害。新竹县消防局接到通报，国道1号迪拜路段有一台载金蕉油的连接车并车。火是烧甲真猛哦，边仔的平面道路嘛起火，消防队赶到现场拍火，嘛甲连接车的驾驶救出来送病院，加载受伤是无严重。火烧车现场在处理，所以国道1号从北方向全线封闭，落南的方向哦，敢若剩一线道，车是塞甲真厉害。也毋过伫早起的8点左右，已经全线开放通车路，目前哦嘛是阁有淡薄仔塞车，所以民众得爱特别注意。来看新北市邦街幼儿园饲囡仔食爱困药仔的事件，新北市长侯友宜昨下晡参加市议会专案报告，有立委指出讲，市政府4月就有接到定情，却拢无处理。也毋过侯友宜是强调讲，绝对无暗藏，嘛请警方爱赶紧调查，毋免客气。新北市议会13下昼针对幼儿园饲药案开专案报告，市长侯友宜下昼结束罗州区行程了后，临时出现议会，针对有委员指控市府4月份就已经接到饲药案定情，侯友宜严正驳斥。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伤害。新北市政府如果有任何包庇的事情，也恳请检察官借这个专案快速的查办，都不要客气。侯友宜大约3点半进入机场进行报告，佮接受质询。国民党议员刘美凤先针对北讲4月份接到家长定情，讲唔到局长会失礼。民进党议员是轮流一直讲市府处理小结，甲侯友宜上初定调告诉饲药造成惊吓。5月12号的时候接获澄清，所以我在这里先跟市府还有各位社会大众鞠躬道歉。因为4月份这个数字造成整个社会恐慌啊，这已经违反社会秩序法维护法了嘛，所以请警察局立刻或者是法律局好不好，立刻去查，在这段时间有针对这个事情造谣的全部送办嘛。你还不知道幼儿体内验出的苯巴比妥来源是什么，对还不对？现在是由司法在侦办当中，我想司法一定会误打误撞。由议员这期一开始讲饲毒，后来佫变做饲药啊，到底药啊为倒位来？佫认为检调约谈交保完，也毋过交保金额伤低。今天这个东西，它虽然是一个医师的处方用药，如果非医师的人这么做，他可能会涉犯到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那是非常重的罪。如果是我在侦办这个案子，这个被羁押的几率是很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老师被收押，到底问题在哪里？如果今天很重要，检察官一定要立即收押，如果没有办法立即收押，就要再补充证据。新北幼儿园饲药案第2批12名囡仔的尿液检验结果早起出来，拢是阴性。目前送检的26人拢是阴性，另外增加1名就医的囡仔，总就医人数来到27人，尿液检验结果上近2天了后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日南部、东南部受到风面的影响，天气较袂稳定，有真侪所在拢会落雨。咱来看云图，今仔日黄酸雨的方面，位伫台湾南部到巴士海峡的附近，南部、东南部的天气较袂稳定，会落阵雨，也是雷公雨。气象局早起嘛针对苗栗到彰化、台南到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另外嘛针对台中、彰化发布雷公雨的信息，民众嘛爱特别注意性啦。刷来哦，拜4到拜6，黄酸雨的方面会上北，佮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雨会落了真大，嘛会有大水雨。到时阵哦，佮拄好拄到大楼，中南部沿海地区哦，就爱特别注意饮水的问题。佮来看南部这几天拢下大雨，高雄林雅有路边的树倒落来，险去陷着车。高雄中澳嘛，因为积水哦有拖塞修理来运动场。因为雨水袂少，科化的情况嘛有改善。高雄的水情灯号已经转做青灯了。气象局嘛继续佮针对屏东、高雄佮台南发布大雨特报，所以民众都爱特别注意安全。倒去的树离汽车无到50公分，差1点对着车。高雄13透早佮落起大雨，明雅寮区福建街发生路树倒去的事故。大概4公尺的树占据大路一半，永光村消防赶紧派人来处理。
连2日大雨，造成不少地区因为排水被污刷积水。高雄中华十里运动场竟然出现土石伫水中游，疑似是为大排顺水流一路修进校园。事先看到情绪化，赶紧先接近校园的生态池。地下水位高吼，对，所以短时间强降雨之下的话，造成这样的积水。走过去就看到有一条黑色鱼游过去，就觉得还蛮稀奇的。大雨也予高雄水情灯号专登机车顶解读可还。屏东邦寮杜文路十里也有路树因为雨伤大倒去。警方到达现场后，先行维持现场秩序，并通报台电、乡公所及相关权责单位协助处理。受地流方面影响，下昼恒春半岛继续落大雨，应管超过2公尺，互垦丁沙埔插红旗，提醒民众唔通从事海上活动。那在东条线前往小琉球的游客，风险拍甲交通船一定海。中岛起岛上国也是乌云密布，落起大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自由时报。又搁发现1000块的假钱，中华警方伫咧查一个称毒贩的徛假刷去敲到543张号码甲年册，伫中南部发现，同款拢是 X 的假钱。这个姓赖嫌犯是表示讲，伊是想要用这个假钱来买毒品。警方已经甲嫌犯移送法办，嘛继续追查假钱的源头。再来看联合报，宜兰的太平山森林游乐区太平山公路二转1线大阻力路，因为落大雨崩山，有200多人掉伫山顶。罗东的领馆处长已经抢通道路，游客嘛全部拢落山路。也毋过因为土质啊，佮真松软哦。目前游乐区是暂时无开放，按算10日才会来对外开放。再来看中国时报。前阳明供电所的教授谢正雄洪检举讲，伊开的神将创意公司对外宣传讲，会家己鸿海成立的电动车 MIH 联名，嘛有接到无人机的订单，讲公司伫要上轨路，所以印股票来买，至少嘛已经卖出3亿的股票。检调将发动搜查，谢正雄甲公司的董事长等来人到案说明。再来看国防部去年推出全面国防手册，内容防质疑讲无实用。昨嘛阁推出新的版本，列出7项小战时阵危机的处理，甲民众面对敌人野情威胁、占领徛家，是要安怎来应变咯？嘛解说战争的时会启动分区供水的措施。台海情势严重，国防部去年4月推出全面国防手册，防批评无实用。经过超过1年，召开几摆跨部会会议，立日专家会谈意见13推出更新版，48页内容分兵时准备甲战时应变。其中战场规矩处理是这摆手册一大重点，协助民众战时合适生存自主。提醒民众，战时遭遇敌军攻击时，相关的状况应处做法。有助民众适切应处。在民众对各类型灾害应变做法方面，提醒民众遭遇战争、火灾、爆炸、建物倒塌等应变措施。手册列出7大项战场规矩处理，包括拄到飞弹爆炸，爱由下面往外口逃生；拄到社会人行为异常，爱提供更加新保持充足的逃走空间。面对敌人野情威胁占领主体，动作百万唔通用建议也是动作假使，避免刺激敌人。拄到突发攻击，用手巾仔裆部按住喙片，赶紧离开，面临核武攻击，真紧密入室内，门窗关起来。我觉得看到这个可疑的军事行动的征兆的时候，其实民众要第一件事情是要马上理解自身的安全开始，可能是处于一种相对来讲受到威胁的状况。在战争中，民众的第一要务还是自保。手册也详细记载个人紧急避难包、家庭爱用物资，只是也纳入太阳能电棒，好用结果派出的引起质疑。倾向手持式的发电机，这部分我们也有在做。紧急避难包内容物的研讨，在避难包的部分，包含它的内容物，也都会在明年，民安万安演习都列入重点验证科目。针对停水的应变措施，旧版手册爱民众卡客户询问，新版手册有更新指出，暂时启动分区供水，会透过宣传车加广播宣导供水站的位置甲供水时间。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看新版的全民国防应变手册，是用图片来教民众分辨咱台湾的国军甲中国解放军的清差。毋那衫裤色水无同，名牌嘛结伫无同位哦。也毋过有专家是认为讲，安尼嘛是无够清楚，建议咱的国军会当参考乌克兰白黄时代，后面百姓哦一看就知较清楚。中国无放弃武力犯台，那执行两车登陆作战，立刻到城镇，民众安怎分辨是敌人还是咱的部队真重要。国防部即摆推出新版的全民国防应变手册，用图文教你用服装去分辨。也可以很清楚看出来，我们国军跟共军的这个作战服装的确是有明显的差异。好，那至于这后续如果共军他们有持续更新他们的服制的话，我们当然也会适时的做更新。国军的服装主要是数位迷彩，海军陆战队是虎斑迷彩，用陆军来做例，正胸孔有名条，互你看；正手骨有单位，倒胸孔有军种。手掌嘛列出强军四大服装，分作热天和冬天的训练服、水家服和训练大衣。色水是较笑，正胸孔有军种，和国军无同的所在是，因的名牌伫倒胸孔。但是专家讲，认真的时阵也是真歹分，建议参考乌军白黄时代。你对现在的数位迷彩可能也不是那么了解，那所以他都不是很清楚状况下，更何况很多，比如说女性朋友，她以前是没有当过兵的，她对迷彩服可能概念就是花花绿绿的，这就是迷彩服。所以重点是说，我怎么样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让民众在很远的地方，或者说在50公尺外，我有一队阿兵哥走过来，我就能够去判断说，原来是敌军，我赶快找地方躲起来。针对中国军机军舰一直绕台，中国军机是分2路穿过去第一岛链，第二有法度防控台湾南北空的海峡控制一岛三甲。安尼咱的国军要安怎？有相关的对应的一个计划跟准备，比如说像反封锁，还有护航的一个作战等等的这个部分。我们也都会纳入在这个相关的作战计划或者是相关的演习里面啊，来持续的来强化我们这方面的一个能力。国防部表示讲，针对强军的意图，国军有无同的判断，情报部门嘛检视强军犯台的行动，做出对应。记者综合报道。台海局势紧张，美国有媒体曝光，美国正在制定台湾的美国侨胞撤离的计划。不过，白宫是表示讲，目前是无这方面的打算哦。咱国外交部嘛强调讲，有确认过无任何一个国家在演练撤离侨胞的计划。强军对台继续军事施压，美国媒体《新书报》报道，美国政府反对台海紧张局势提悬，即卖制定伫台美侨撤离计划，不过北京无承认有任何现象表明需要调整这项政策。It's not routine U.S. policy to evacuate private American citizens from areas of conflict. And there's no indication at this time that current conditions in Taiwan would warrant any reconsideration of that policy. 所有国家的驻外管处都有紧急应变计划，也会定期盘点检讨。但是经过外交部一一的确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在演练台湾撤侨，就是没有这件事情。外交部表示，无任何国家演练撤侨，台海问题国家上高度竞争，美中关系继续紧张。多连军事对话去年8月就登去，虽然双方想要破冰，不过因为中国间谍气球的事件，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2月访问中国话停。今晚布林肯风声10月要访问中国，所以因为美国指中国伫古巴设间谍基地，恐惊为访问中国增加变数。Nothing's changed about the fact that we understan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tense right now. And nothing's changed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president wants to keep th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open with the PRC. And we talked about this last week, some of the important lines of communication, military to military, are not open. And we want to get them back open. 美国想要甲中国修补关系，不过也继续协助台湾强化防卫。美国众议院军委会公布2024所制定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内容包含美台联合生产武器的可能，要解决台湾军售项目延迟交付问题。因为66架 F-16V 战机延迟交付，原本2017年就届满售期的幻象2000战机，传出军方评估后勤做好的情形之下，搁延役10年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瑞典最近有一份报告指出，讲中国的核弹去年增加60粒，是世界各国增加上济的国家哦。目前嘛，计共有410粒咯。预估讲2030年哦，中国会有超过1000粒的核弹。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的推估，
中国的核弹头数量，伫2022年1月到2023年1月1年内，大量增加17%以上。虽然比美国和罗西亚总数9000几粒的核弹头比例也小，不过增加的幅度却引起各界的关注。China in particular. We register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uclear warheads over the past year, up from 350 warheads to 410. 这几个少数的核武大国发射核弹头的平台，合作核武铁三角，包括陆地发射的洲际弹头飞弹 ICBM， 甲江南发射的 SLBM， 还有安装伫大型轰炸机的核弹头远程巡游飞弹。因为中国伫空中甲水下这两个平台和美罗差真多。所以，2021年卫星翕到中国伫西北地区起造上少250座 ICBM 地下发射器，相关的国家拢真关心。It looks as if China may add more nuclear warheads at about the same pace that it is now, or a little bit more, for the coming years. There has been satellite evidence of quite a considerable program of building of missile silos. So I would estimate approximately that it might have 1,000 nuclear warheads by some point in the early 2030s. 虽然美罗双方先后退出核武裁减条约，像是俄乌战争和现阶段无可能有任何谈判，不过失不率保持乐观，认为美罗甚至中国有可能透过幕后管道继续对话。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法国今年1月到5月，拢有学生防霸凌、行底路的事件。法国的教育部长马雄雄下令，要求该全校园一礼拜就要举办1点钟的反霸凌课程。也毋过法国的教师工会是批评讲，上过赶紧咯，因未负准备，嘛批评这款想到就随便做的决策，效果哪会好咧？法国伫今年1月和5月的时阵，有一个13岁的查甫学生和一个女学生，因为伫学校被欺负，和伫网络顶悬被骚扰去自杀，引起社会真大的关注。受到各界压力的法国教育部长恩迪亚耶，礼拜忽然间下令，要大专院校这礼拜要办1点钟的反欺负演习，帮助学生了解讲使用社群媒体应该要有个人的责任。所到来中学嘛要照办，但是引起法国全国中等教师工会不满，批评讲教育部长这个决策伤赶伤老草，无互因时间准备，而且想到就要做，效果嘛袂好。En dehors du fait qu'il n'a jamais répondu à la question des moyens. Or, on a besoin, pour prévenir le harcèlement, pour lutter contre le harcèlement, on a besoin de moyens supplémentaires, on a besoin d'adultes, tout simplement, on a besoin de surveillants, de CPE, de psychologues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t là-dessus, il a quand même soigneusement évité la question. 另外，恩迪亚纳嘛要求全国7000间大专院校拢总340万学生的校长，若个面对学校有欺负的事件的时阵，要组成专案小组辅导需要帮助的学生。今年5月自杀的这个13岁查某囡仔林赛，伊有到维严书说明过程，一开始是伫学校和同学黑白乱骂，所落来伫网络顶嘛一直骚扰，而且有9个月这么久，互伊真痛苦，成绩嘛变歹啊，伊真侪摆求帮助拢无效。Au niveau du dialogue, on n'a pas senti vraiment affecté par la situation de notre fille. Maintenant, on attend. Au niveau des actes, on a invité M. le ministre à participer à la marche blanche. On espère qu'il viendra, qu'il sera présent. Mais pour nous, c'est pas suffisant par rapport au contenu du dialogue. 根据上新的调查，法国有10%的学生伫学校被欺负，8岁到18岁少年人内面有2成是网络骚扰的受害者，而且其中有51%是平均年岁才13岁查某囡仔。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非洲国家坦桑尼亚法律规定讲，只要满14岁的查某囡仔，父母也是欢迎同意就当嫁翁咯。所以当地有3成的查某囡仔无满18岁就结婚啊。当地有人权团体是来推动禁止囡仔结婚，却引起保守派的反弹，佮批评人权团体破坏传统。带学生囡仔做伙唱歌学习，伊是非洲国家坦桑尼亚性别平等运动人士古米，也是伫当地正积极伫推动废除同婚制度的人。It's important to stop parents from allowing their girls to be married off at a young age, but it'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push the government to issue a law which bans underage marriage.
坦桑尼亚的法律规定，男性爱满18岁才会使结婚，啊，毋过稳准刚14岁查某囡仔，若是有父母也是法院的同意会使嫁。查某囡仔若是伤早走入婚姻，较会因为家庭也是有新的因素休学，失去受教权。古米2016年提交请愿书，要求政府废除同婚相关法条。坦桑尼亚的高等法院随后裁定，未满18岁查某囡仔结婚违反宪法，要求政府1年内修法。啊，毋过坦桑尼亚政府一直无作为，一直到最近官员才开始考虑修改婚姻法，啊，毋过拄到真强烈的阻力。We faced a lot of challenges. Sometimes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think Rebecca is working for foreign countries to destroy our norms. But we have to stand for our nation and fight against the local ideology, because we love our community and our nation.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坦桑尼亚每10个查某囡仔都有3个同年时期就结婚，部分地区同婚率甚至比50%较高。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美国的前总统川普，防指控不法取得国安文件，妨碍司法定罪，互联邦起诉37项的罪名，假做是美国头一个互联邦起诉的前总统。今仔川普伫迈阿密的联邦法院出庭，也毋过伊一项罪拢无认。再来看白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昨表示讲，罗西亚这几天就会伫白罗斯的国内部署核子武器。也毋过卢卡申科嘛强调讲，部署核武是为着要吓惊可能的侵略者，嘛强调讲白罗斯是无想要甲美国战争。再来看日本的众议院表决通过 LGBT 理解竞争增进法案，也毋过有在野党的议员是认为讲，即届的内容比之前的版本退步，所以表示反对。有保守派的议员伊巴肚痛，做理由先离开，无参加表决。再来看披萨的事件继续憋，有一个前外交部的人员指控讲，外交部有一个姓黄的前官员伫5天前对伊披萨，外交部是表示讲会来调查哦。另外，宜兰一个姓廖的消防员，甲新北市一个姓柯的消防员，互人指控讲伫 KTV 的唱歌，甲查某队员披萨。这个姓柯的消防员已经互记过2届了，这个姓廖的消防员是发声明，坚持伊家己的清白。一个前外交人员12日伫面册公布2017至2018年去日内瓦国际 NGO 熟悉外交部姓黄的前官员，毋过不时收到伊传的性骚扰消息甲不实的相片，嘛讲到事后伊无申诉性骚扰的主要原因是惊影响到职业。准讲2022年伫外管司职，毋过也是无度放袂记。当事人愿意提出申诉，外交部会受理，然后由召开专案小组来展开调查。如果当事人不愿意提出申诉，外交部也会主动展开行政调查。另外，前波兰驻台副处长李波和女性指控性侵害，波兰台北办事处12日声明指出，反对任何形式的骚扰侵害。不过，性骚扰证据一直变。新北市消防局姓柯的队员，甲宜兰县消防局姓廖的队员参加高级救护员训练，互人指控伫 KTV 对2个女队员性骚扰。新北市消防局已经甲记过2届，宜兰消防局嘛开始调查。按照新北的这个调查结果进行了解，有关行政调查的部分，我们今天已经请去受训的同仁回来了解状况。被指涉的这个同仁，他坚决否认有这件事。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假日，而且是在新北受训的期间基本上是跟宜兰消防的一个业务比较没有关系所以这个部分原则上应该会在原职务来做一个继续服务。互人指控性骚扰的宜兰县廖队员发声明讲，绝对无性骚扰，愿意接受调查。另外，国防部军情局姓王的参谋官3年前伫汽车内强揽女同仁，互人认定性骚扰，记一大句处分。不过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不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定处分无成误，驳回诉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民众发现厝内的家具、荷塘酒甲害气，找业者来处理。也毋过业者转一种正毒的农药来投糖，杀害厝主一口罩4个人拢中毒，其中4岁查某囝不幸过身。这业者甲员工去年7月互检方起诉，一审互判2档的有期徒。
厝内发现酒桶，未少人会找业者来处理。去年底高雄一个4楼的厝主发现家具有酒桶，找4年的业者，业者使用极度农药磷化氯烧气用熏的，致使厝主一家伙4个人隔天出现胸坎杂杂、吐这个中毒的症头，其中4岁查某囡仔不幸死亡。业者予高雄地院法院依照过失致死罪判刑。过失致死罪处断，审酌被告已明知含有磷化铝之农药，好达甚具有剧毒性，不得食用于一般住宅内，及侦讯期间不得居住于该住宅内之事项，告知居住在该住宅内之人，造成一死一伤之结果。业者判2年有期徒刑，原告无法度证明知影，所以予地院院判无罪。双方对于判决内容无愿意搁加讲。其他猪桶业者是讲，主体装潢猪桶大部分用喷的，因为用烧气熏的方式虽然会当快速有效，但过家电用品较会歹去，而且有可能拖去其他的所在。磷化铝啊，或用溴化甲烷这一种东西的话，是属于农用。农用的话是在于谷仓或者是在货柜。进出口货柜里面做那个消毒。磷化铝是农业会规范的结构性农药，要有大喷农药专业证明才会使购买使用。动物专家提醒，磷化铝拄到水会产生磷化氢的有毒气体，致死率达到60%。它是这种剧毒的气体，它会导致缺氧、多重器官衰竭，包括呼吸衰竭、心脏衰竭、肾脏衰竭。然后会有生命的危险。伊所甲业者是讲，烧气熏的方式猪桶爱离开现场，结束了后爱3-5天才会使使用，互有毒的气体会当散去。另外，事后嘛会当用清水拭家具，也是涂骹，确保农药袂残留。记者综合报道。2当前的12月底一个细林的查甫人驶车到宜兰的大溪渔港，煞无细里，甲车驶落海。这个查甫人认为讲港口无防护的设施，要求国家赔偿100万，一审是判赔6万外块，民众不服，搁再上诉。高等法院昨2审认为讲渔港的管理无欠缺该判免赔。轿车进入大溪渔港，直直向前开，连人甲车落落海，车等的逃生保条性命。驾驶4年的查某人主张，因为港口岸边拢无设连甲石墩这的阻隔设施，减少防护，伊才会开车落落海。除了惊到车嘛拢报销，包含财损甲精神赔偿，提国赔求偿100万，一审核判6万9千外块，双方拢不服提起上诉。13高等法院该判免赔定案。上诉人主张应该设置的链条、阻车原石等阻隔设施，并非渔港法所规范的基本设施，即不能认为被上诉人就公有公共设施的设置或管理有欠缺。营护机关宜兰县渔业甲海洋所除了互人认定管理无确实，合议庭检视当时的画面，去年下晡4点外，也认定路面的视线良好，路面甲海面分界正清楚，一般的车辆未直接落落海。就是因为他那边没有设置那个防护措施，所以导致他整个车子坠海。可能要看到判决的理由之后才能够做回应。判决的内容是认为说我们公共设施的一些管理是没有欠缺，但是一些安全的维护的部分，我们还是会继续把它加强。点火现场就伫大溪渔港旧港区属有渔业作业区，入口的所在已经有架设告示牌，提醒一般游客唔通进入。海巡人员往那加强巡逻。我们是24小时的不定期的来做一个巡逻，然后再加上我们港区这边有设置一个港区的监控系统，然后由值班那边来做监控。是毋是爱设护栏，都爱综合考虑渔民作业等等。现阶段就靠真侪项告示提醒，各加海巡巡逻的方式，防止落落港的事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台中雾峰分局的侦查队一个4楼的小队长赖神通外鬼，涉嫌甲毒品犯讲警察来办案的行动台中地检署伫12发动搜查，甲这个4楼的小队长抓起来，法院嘛裁定佮收押禁见。办公室拄逢敲找了气氛真歹。台中市雾峰分局去年7月侦办网络卖大麻毒品的案件，要去找源头所情的时阵，发现讲嫌犯疑似先知影警方的行动，怀疑内部有人下笔。经过调查，发现讲侦查队4楼的小队长有动嫌。台中地检署12是对伊的徛假车和办公室来敲找查扣证物。因为我们在搜索当中当然就是会发现跟我们的要预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地检署带我们相关的单位所以来我们各单针对
这个刘姓的住处，还有车子，还有他的服务的地方来搜索。吴方分局表示讲，细楼的警员已经做警察20多天，台中地检署指挥内政部的警政署郑方式、台中市警察局的督察室和郑方式，和吴方分局是做伙侦办。查出的时阵，大部分的当事人拢唔知影。台中地检署伫核实了涉犯刑法、贪污治罪条例才罪嫌，而且上轻的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用法院声称其也嘛准啊。刘姓被告涉犯刑法之公务员登载不实准文书及泄密罪嫌。贪污治罪条例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要求契约贿赂罪嫌，其罪嫌重大，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获准。台中警方是爆发重大的经济案件，吴方分局即马已经依法甲细楼的警员停职，阁会看后壁侦查判决的结果，该甲伊调去穿制服，嘛调整服务的地区，嘛会追究相关人员可监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目前大日平均增加245例本土的中重症病例，有35例死亡。变种病毒 XBB 已经正做是咱国内主要的病毒咯。如果6月疫情会阁继续增加，前几天卫生福利部公布去年个人10大死因，新冠肺炎失败第3名。有专家嘛批评讲防疫失败。也毋过，疾管署提出国际的数字，强调讲，咱台湾疫情的控制表现算是真好咯。因应新冠疫苗流行病毒株 XBB 的出现，目前各大厂拢在研发 XBB 这型的后一代的新冠疫苗。我嘅关心，国内敢有机会做得到？莫德纳的这个合约里头本来就有包含，就是说如果它有更新它的这个疫苗株的部分，我们就是可以来这个等于说订购这个最新型的这个新冠的疫苗。疾管署的副署长罗一军讲，若莫德纳会当成功研发出会当上市的 XBB 疫苗，就会当照合约，互国人会当伫秋冬的时阵做会到。因为国内的新冠疫情即嘛是伫个观点，若去看国内最近7天疫情的状况，平均每一日增加245例中重症的本土个案，本土的主流病毒都是 XBB， 增加的死亡案例是比顶一礼拜搁较侪，是35例。死亡的个案内面，除了有慢性病史，搁有57个人是无住院3堂，表示疫情搁在观点。这是新冠肺炎第一摆正做去年个人10大死因的第3名。互公卫专家批评讲，超额死亡都是政府防疫失败的证据。对这罗一军是提出国际的数据，表示台湾是有成功控制疫情。诚恳来面对整个疫情后的一些检讨。不过，如果说我们台湾是属于疫情防疫失败的话，我想国际上是不见得会这样认同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新冠肺炎的 Omicron 几乎可以得到0超额死亡，没有一个国家。那么台湾只是这个超额死亡的时间来得比较晚。另外，国内顶礼拜是出现第1例囡仔交大组的个案，确诊的囡仔已经出院自主健康管理，含伊做伙住的厝内人含幼稚园的囡仔，虽然有人发烧，但是采检拢是阴性，无搁增加个案。记者综合报道。超过35吨以上的古董汽机车，只要有合条件，年底就会当领牌驶上路咯。交通部推出古董车专用的车牌，上紧12月份开放申请，也毋过限定礼拜日、纪念日还是休困日才会当上路，嘛袂当驶去国道，违法会罚款900块到1800块。有人真介意收藏古董车，毋过无牌无法度驶着路。交通部为着鼓励文化保存，佮有记录历史，参考国外古董车的相关规定，建立古董车专用的牌照制度。这样的号牌推估就是汽车跟机车各大概可以有6560副了那有关它的规格、材质、防伪辨识啊、字体式样都和现在新型的汽车的号牌是相同交通部表示，古董车的标准是车龄超过35年，爱摕到原厂或者是代理商的古董车证明，车辆的装备爱完善，而且是也未报废的车辆，嘛干那会使伫礼拜、纪念日或者是其他的休困日来驶，只会当伫有登记的管制拍照，袂使驶去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道路。他如果是违反了这些管制规则的话，依照我们这次新修正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5条，会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他领用的古董车专用牌照也会被扣缴注销。交通部目前规划大约有13000多张的古董车牌，按算伫12月开放民众申请。记者柯家山张若随台北采访报道。
来看苗栗永和山水库的风景是真水哦，也毋过附近的山区常常拢有流浪狗仔乱踅，佫会流浪。防疫所旧年哦，掠要1000只的流浪狗仔甲猫仔，也毋过因生团的速度是佫愈紧，所以防疫所是佫再呼吁民众毋通乌白放杀动物。只要有人骑车经过，狗仔就大声吠，无就入过去。苗栗县永和山水库边仔的山区，民众反映讲，常常有人和狗的冲突，甚至影响到交通安全。我常常给他追到跌倒，我看了一肚子火。我每次在那边都给他追到怕，那个越来越多。他怕人丢，去捡起它，你要养到底。不然的话，看什么出去，就到处都是，这辆车子咬人家。讲苗栗县动保所列管的22个四界数的狗仔，常常出现的所在，甲永和山水库边仔的山区列作第一个爱处理的所在。规年掠到3000只四界数的猫仔狗仔，这就占1/3。但是掠了同款是一堆。动保所讲，因为民众一直伫遮甲狗仔单掉，无就去饲狗，无就甲因掠到的狗仔放走，结果这狗仔就一直生团落去。动保爱心人士、喂养人士不让防疫所。又捕捉，然后就把它破坏，或者是抓到把它放走。我们去抓抓节育的速度赶不上他们喂养、放养跟弃养的这些繁殖的速度啊。另外，包括火焰山、关岛140在就好生团的所在，嘛拢有一堆这种四界数的狗仔。苗栗县府强调讲，逐礼拜拢有派人去掠，而且伫现场嘛有放告示牌，禁止民众甲因饲。但嘛承认目前是无法律会当管，呼吁民众莫乌白等狗饲狗。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关西的牛栏河这2日拢有一款小塑胶的臭味，水面嘛浮一层油，阁有真侪死鱼仔。环保局去现场调查，怀疑是附近的工厂偷排废水，造成污染。河川顶面浮一沿柑仔色的泡，现场阁闻到亲像小塑胶的臭味。另外一边有鱼仔因为水质污染关系已经死亡。民众讲，自礼拜日暗时都有闻到臭味啊。因为很凉快，把窗户都打开来，去睡觉嘛，就一阵一阵的那个，就是这个甲醛的味道。太可恶了，这个天谴啊，做这个事情啊，这样不行啊，你全部鱼都死光光了。因为这次的污水排放啊，确实造成我们除了我们关西的饮用水自来水都有问题之外，那甚至整个污染已经影响到我们的下游新埔地区哈。牛栏河是关西镇真重要的河川，也是洪山溪的水头，废水对洪山溪流落去，影响到其他的地区。环保局接到通知，遂来到现场采样，要抓出造成污染的凶手。我们在河川采样，那也用燃油锁跟吸油棉将比较浓的部分先把它拦除下来。目前也采水样以及废弃物来做比对。目前环保局已经查到附近有工厂因放废水的桶仔是空的，推测有可能是因偷盗的。若是经过比对了，确定就是这间公司会移送检调单位处理，让不肖业者得到法律的制裁。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热人哦，有真侪民众拢爱去海边啊佚佗。屏东的大平湾就规划真侪活动，民众会当坐帆船游览，享受大平湾的风景哦。嘛举办帆船的比赛甲音乐会来吸观光客。帆船驶过一个又一个水上景点，游客若听人导览介绍，若享受大平湾的日头光、海风甲美景，真清幽。从香港来的，这是我第一次逗留在大鹏湾东港这边啊，大鹏湾真的很美，很舒服啊。然后在这个西湖里面，就是风浪不会太大，而且你看这种风帆马上过来，很像在那个外国的感觉。屏东县的大平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搭着旅游的季节到，结合当地出名的帆船，规划几个月相关活动来促进观光，带民众坐动力帆船去游赏海上教堂、跨海大桥等等一寡出名的地点。除了游大鹏湾以外呢，也带各位来海上教堂这边，带大家到全台湾唯一会开的跨海大桥，看一下我们的科可岛以及我们的滨湾之星。除了和在地业者合作，
推广观光景点和特产。品管处嘛有举办烹飪的比赛甲音乐会，就是希望会当吸引到各地民众来这体会到大平原的水。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发生幼儿园饲爱开药的事件，互家长是真袂放心。家己饲药就设计推出新版本的饲药记录表，要求幼儿园的老师得爱斟酌看清楚药袋药单甲记录表，才通饲囡仔食药倒出来之后哈，放药盒仔内底一包一包药啊，拢是家长委托幼儿园的。老师要甲囡仔饲药进前，唔但要遵照药袋顶悬的使用方式，搁要详细甲记录来。这张新设计用药记录表，就是希望建立家长对幼儿园的信任。会使互阮更较了解讲婴仔什么时阵食药啊，然后会感觉讲足认真的知影讲顿的时阵，什么时阵阮该饲第三剂药啊。喂药的一个 SOP 呢，打在所有我们的制药盒上面，让老师能够很精准的去按照我们上面所写的 SOP 去做到确认、确认再确认，然后呢，再透过所谓的家长委托的一个委托单上面，老师就不容易去所谓的在喂药的部分出现一些所谓的错误。新北市幼儿园饲药的事件受到真侪家长的关心。嘉义市教育处配合幼教业者，重新设计新的用药委托单。嘉义市幼儿教育协会讲，完整记录饲药的过程，互家长甲幼儿园双方拢会当较放心。这个喂药单对家长、对学校然后对囡仔，拢是一个证据的这个表现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物件。所以，伫市政府、伫市政府还是伫咱中央政府，都基本上你重视咱囡仔这个过程，然后有做这个实在是对大家保护。嘉义市幼儿教育协会表示，新北市的事件已经造成各界对幼儿园的无信任，嘛影响到第一线老师的士气。协会讲，大部分的老师拢真爱囡仔，认真咧教，呼吁各界爱就事论事，莫一支滴锅压倒一尊在，这对幼儿教育的提升并无帮助。记者林慧萍，嘉义报道。台南的乡村国小因为挖海边学校嘛结合海洋设计课程学生就爱通过过牌拼海报亲本色等挑战，才会当摕到毕业证书。校长是讲，伊希望培养囡仔有爱好环境的精神。伫日头骹因拼命咧过牌要完成头一个任务，过程中考验互相之间敢有搭吧？这毋是户外水上游戏，是台南北门乡村国小要互学生毕业证的任务。若要摕毕业证书，就要先通过过牌拼海报等考验。让我得到了很多收获，就是有去净滩也有去帮社会服务，可以防止海洋把垃圾吃进肚子，锻炼囡仔的身体体能方面甲这个品性德性都可以合一。乡村国小甲外海学校将校本课程结合海洋教育，办小铁人3项考验，完成过牌任务，刷落去校长带头骑铁马，引起附近的海沙堡甲社区摒扫环境。校长讲，随梦过程真硬斗，不过上界重要的就是要互囡仔有感恩的心，培养咱囡仔会当来关怀咱的社区，再来回馈咱的社区，去咱的滨海游戏区，去遐甲海边的粪扫，甲一寡游客留落来物件，帮因捡的。手奖化，佮加上渔船人口外流，今年毕业生敢若有4位。学校有完真注心，要互学生留下难忘的毕业回忆。学生讲毕业前通过考验，可替家乡尽一份心，互因真有成就感。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来看英国学校开发一种生物工程 DNA 的技术会当刺激皮肤的修复系统，互空喙赶紧好起来。这款技术对一寡定因为空喙拢袂好，后来需要甲骹骨锯掉的糖尿病患者来讲未来会当减少受苦。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生物学家麦德林当地用这患者暂管的皮肤组织。进行上新的伤口收缩试验，伦敦帝国学院团队新开发一种叫做坎曼达娃负载转生分子，透过单一的 DNA 基链制作，会当激动体内修复系统，促进伤口复原。英格兰地区每年都有6万人受到糖尿病引起的脚部溃疡的痛苦，真侪患者到尾也就要截肢，其中有半数的患者5年内就会过身。这样新的技术对着因来讲，确实是真大的好消息。We put the sponge into the wound and we incubate it for 6 days, and then we compare to see if
The sponges with our technology has more skin growth into the sponge as compared to the ones without. 经过6天的培养，一般细部处理的伤口差不多拢无生出新皮肤。不过经过看板粒活化副载分子所处理过的细部，亲像抹一个无形的药膏，会当快速锁定空喙伫复原的时所需要的卵白质。黄色的部分就是发出来新皮肤。人体着伤了，细胞会亲像蜘蛛，踮咧蜘蛛网顶头刷叮当，卡到伤口里面加完卵白支架。这款的接触会牵动支架，叫醒内底的卵白质，进一步互受伤的组织收缩。也若看板粒活化副载分子，就是用来重现这种自然的复原方法。For current technologies, usually the way they deliver the proteins is either through a spray or a gel. So it doesn't really integrate into the wound, it degrades very quickly. But this one, so it can take on the shape of the wound if you like. 这样上新的空喙复原技术，嘛利用到纳米科技，所以嘛会当用伫无同的器官顶头，而且嘛会当更加精准锁定伫空喙复原。未来有侪应用的所在。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再回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北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加24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